日 BW 帶大家參觀位於銅鑼灣核心地段嘅啟雲牙科中心。牙科診所嘅裝修工程對精準度同法規嘅要求極高，唔單止要符合嚴格嘅醫療牌照標準，更要為患者營造一個安心舒適嘅就診環境。今次項目 BW 負責咗由前期評估到設計施工嘅一站式服務，將醫療專業同會所式生活品味完美結合，展現出我哋喺高端醫療空間規劃上嘅領先地位。喺客戶租用單位之前， BW 嘅團隊已經先行進行實地視察同評估，確保場地嘅結構同喉位具備開辦牙科診所嘅條件。進入施工階段，最具挑戰嘅係牙科椅同儀器嘅精準對接。每一張牙科椅都需要獨立嘅排水、供電同埋壓縮空氣系統。喺鋪設及磨地台前，我哋同儀器公司進行定位對接。此外，商廈對工程施工有所限制，團隊同管理處緊密配合，喺指定時間入面搬運大型醫療設備，並嚴格控制噪音，盡量將影響性減至最低。同時，我哋亦會確保鮮風抽氣同消防系統完全符合政府同醫療牌照嘅要求，為診所做好最穩固嘅基建。喺設計美學上面，我哋打破咗診所冰冷嘅傳統印象，空間以黑白灰色為主調，配合極具質感嘅牆布，營造出時尚簡約嘅單色美學。天花採用深色處理，配搭利落嘅直線條燈帶，凸顯醫療嘅權威感。而接待櫃台同標誌牆就選用圓弧造型，以柔和輪廓舒緩患者嘅緊張情緒。診所亦充分利用大面積落地玻璃窗，引入自然採光，結合半圓弧形嘅立體牆色，令整體感覺利落而不壓迫。針對年輕客群同親子客戶，我哋特別設計咗粉紅色同灰藍色調嘅兒童專區，溫柔和諧嘅環境同顏色可以幫助兒童放鬆心情。最後，因應客人要求，加入休憩空間，可以喺繁忙工作後放鬆一下。我哋堅持畫得出做得到，由繁複嘅基礎工程到細緻嘅軟裝設計，我哋為啟雲牙科中心實現咗超越期待嘅空間還原度。選擇 BW 就係選擇專業。如果想了解更多醫療空間嘅設計資訊，記得立即訂閱我哋嘅影片頻道啊！